講到這台股呢，頂禮拜五是大落，差不多是2953點，落超過季線了後呢，今仔日一開始開紅盤，反彈超過400點，不過最後呢是落221點，收佇咧42449點。咱來講到這台積電呢，是收佇咧2320塊起30塊，不過聯電和國際依然是落較緊繃。美國四大指數受壓，韓國雖然因為頂禮拜五休市躲過一劫，也毋過拜一出現補盤，韓國收盤4.46%。美國因為國定假日海之日休市一日，台股佇經過頂禮拜五史上上大單日盤2953點了後，拜一手反彈，早盤捌起超過400點，中反43000點，隨即反烏，上下震動1117點，最後以42449點作收，盤221點。短線上而言的話，台股是處於一個去槓桿，那同一時間是尋找短線支撐的一個狀態。過去交易過度擁擠的，包含像是記憶體、矽晶圓、成熟製程、被動元件等等的，那近期都是市場沙盤的一些重心。專家分析，若台股無法度守住42000點，指數可能調40000點走勢之在。那到7月底，美國四大分段服務供應商會當釋出真好財報，有希望加深 AI 概念股信心強度。加上台積電等大廠展望又完處理正常，對支持台股有幫助。在類股部分，台積電拜一股價開懸加懸，將場收在2320塊起30塊。也毋過聯電甲國際又完跌停，有專家示警，當資金集中佇股市，市場波動風險提升，當全面投股擴大槓桿操作，市場風險變懸。當指數高檔震動，資金進出波動加重，一直到市場滿足點出現，資金退離，指數都會開始修正。你如果沒有賣，它可能價格會壓得更低，到時候就真的是斷頭。在股票市場，我們盡量還是用我們自有的現金來買，比較沒有這些疑慮了。學者建議，當股市正向修正時，以光怪志流的民眾會有斷頭的風險。加上今年就半年股市起伏相大，分析師有講，第三季有緣可能回盤整理，呼籲投資人小心操控投資水位。記者綜合報道。